分家男分数 YSD 2018年成立到即马，主要以辅导15岁到29岁的少年人会当顺利找到好工课为主。伫咧2021年，因为各大配合的企业协助佮有支持，和虽然是疫情严重的一年，嘛是互真侪少年人会当顺利圆满来完成训练，找到好工课。单位嘛特别伫22号下晡来准备下午茶，提供给活动现场的来宾。我们主要从就是2018年成立至今，主要提供就是15到29岁的那个青年学子，主要有8大核心的服务项目，像是职涯咨询啊、履历电检、模拟面试跟就是职涯讲座的部分。那我们全部的课程跟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算是我们的分属照顾青年的一个相关的资源服务。那我们像职涯咨询的部分，我们就是提供1对1的有咨询师来跟大家就是做职涯上跟生活上的规划。那像企业参访或者是职涯讲座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实际让那个就是邀请企业的职涯教练来跟同学们就是做互动跟上课。那其实在课程中也可以让同学们就是更有就是可能更认识职场上的一些可能职场文化啊，或者是职场上的相关的临场感的培养的部分。发展中心以创新搭建少年人的方式来辅导职业中心内底的少年人，希望当用真真正正甲因做朋友的方式，然后透过大家协助来帮助少年会当有经济资源，顺利来找到适合家己的工课。1级玩家 2.0 的部分，就是会在明年的那个2月底会有一个启动记者会的部分，那时候也会开始开放报名。我们3月就会开始全面启动，全部的课程就会有公告在我们的官网上。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我们针对就是111年度的那个应届毕业生为主的相关的求职前准备的培训课程，那我们主要分为4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会有自我探索，就是了解自己属性的相关的适性测验的课程。那第二阶段会有职场的，就是职前训练课的培养。那可能课程中会有就是劳基法、劳权的课程，那也会有就是那个职场沟通跟职场简报术的相关的课程。最后单位特别甲大家提醒，2020年的第2届1级玩家 2.0， 伫咧明年的2月会当开始报名。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大学生都会当免费来参加，互家己用较紧的方式会当融入咱的社会当中。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